來看台南的新市哦，閣有這麼較罕見的白蓮霧，也毋過今年因為溫度較懸，閣落大雨，產量哦剩2成爾爾。佮加上這120天，一寡白蓮霧的老欉因為土地開發荒撤掉，這麼嘛剩32欉爾爾。最近哦，都有社區甲大學合作，望講甲新市這種真珍貴的白蓮霧保存落來。樹頂我一粒粒青色的果實，這是一年才收成一屆的白蓮霧。挖皮10天後會豆豆轉白，佮翻金翻霧，就代表落尾一水的採收期到啊。台南新市是白蓮霧的故鄉，白蓮霧對荷蘭人引來台南有買400年的歷史。過去世界通看到，不過這陣煞無這款的光景。今年受到高溫含落雨影響，果實大量落果，產量剩2成。雖然市場價小懸，不過無量，農民怨嘆根本袂好。今年一斤400、500、600。攏有着對，價小其實袂歹。啊，袂歹，阮都算袂好啊。哦，嘛袂好。一斤佮1斤，我嘛算袂好。安怎講？啊，都無量啊。新市區因為南科效應啊，這10幾年哦，它快速的在發展之下，很多土地都會用來建設的。啊，所以它在5月多開花的時候，或是6月多快開花的時候，就在結果的時候，都會遇到下大雨，或梅雨季節哦，所以很容易產生落果。那產量減少，新市的老欉蓮霧樹嘛面臨消失危機。根據統計，數量對20當前88欉，到打剩32欉。為了把這在地的保育留落來，新市的社內社區去年嘛和大學合作，把白蓮霧葉啊和落果透過低溫採取的技術，研發文創商品，大大提升白蓮霧的附加價值。咱咧講高科技的東西哈，咱來個低溫潛熱式的精粹出來，迄個食啊。咱來做這物件。面對老樹一直在流失，新市區公所釋出資領養甲山寨計劃，未來民眾若因為土地開發需要處理老樹，會當關乎公所後續工程和經費會由公所負擔。另外，公所講，這陣伊嘛積極鼓勵培育新樹栽，就是希望在地特色文化保留落來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